試下想象一下，夜晚11點嘅便利店，你返工返到過入去買嘢，順手行下睇下，然後你就發現咗一件事：飯皮旁邊放住三文治，抹茶拿鐵隔離係罐裝咖啡，炒麵包同牛角包並排放住，但係呢，完全唔覺得奇怪，反而好自然咁融埋一齊。你有冇諗過呢樣嘢？日本呢個地方幾百年嚟都係咁，將世界各地嘅好嘢吸收過嚟，但係又唔失去自己嘅日本味。呢個真係好黐地嘅地方。舉個例，天婦羅，好多人以為係日本嘅傳統料理，其實係500幾年前葡萄牙傳教士帶入嚟嘅炸飯。咖喱飯呢，追溯返去係英國皇家海軍嘅食製傳落嚟嘅。仲有聖誕蛋糕，感覺好日本，但本來係外來文化嚟嘅。呢個就係日文所講嘅いいとこ取り，執取好嘢，唔係盲目抄，係有智慧咁板，然後將佢變成自己嘅嘢。我今日想同大家一齊思考，如果我哋都可以用同樣嘅方式去揀選一啲帶嚟更深意義、內心平靜同埋人生方向嘅嘢，會點呢？唔係亂咁跟，係認真咁辦，揀嗱自己嘅。日本係唔係咩外來嘢都照單全收嘅？佢哋一直有一種靜靜嘅篩選過程。呢樣嘢係咪令社會更好？係咪符合我哋嘅本質？呢個問題，日本人問咗幾百年。返去歷史睇下，揮道時代，聖德太子引入佛教，但係唔係直接 copy 嘅。佢將佛教神道同儒家思想混埋一錘，做出一套獨特嘅粵本式哲學。明治時代仲誇研區使社出團，成班領袖周圍去美國、歐洲咁行，就係要睇下人哋有啲咩值得學。但係佢哋返來之後唔係照搬，係揀咗拉回粵本用嘅部分，插出自己嘅現代化方案。呢種識揀嘅能力，我嚟係我哋今日更加需要嘅嘢。你睇下而家 Apps 學習方法、職涯規劃建議，每個禮拜都有新嘅正確答案喺社交媒體引出嚟，係咪有成覺得好慣好煩？いいとこ取り嘅精髓唔係呢樣嘢流行咋，而係呢樣嘢係咪撈我嘅價值觀？識得問呢個問題係真正嘅智慧，而且係好粵本嘅智慧。不過いいとこ取り唔係單純抄嘅，係有更深一層嘅嘢喺度。講個例子，拉麵本嚟係中國嘅麵食，但係日本拉麵呢，豬骨湯底、叉燒、溏心蛋、紫菜，完全係另一樣嘢啦。佢哋借助個出發點，然後創造咗全新嘅嘢出嚟。棒球都係美國嘅運動，係咪？但係日本歌舞棒球、甲子園已經係日本靈魂嘅一部分。球隊 Senior 最後一場輸波嗰陣啲眼淚，嗰種感動係日本獨有嘅。威士忌都係咁，跟蘇格蘭學，然後用日本嘅工藝精神去磨練，最後做出嚟嘅嘢，連蘇格蘭人都心服口服。小黨嘅牛仔布工匠，各種嘅職人精神，吸收西方技術，再用日本嘅精細去打磨。呢個唔係模仿，係創造。
呢度有一個好普遍嘅道理，不管你係從邊度攞嚟嘅養法、經驗，定係別人嘅智慧，重要嘅係你有冇將佢消化、提煉，真正變成自己嘅嘢。問你一個問題，認真嗰種，你有冇試過將生命中某段辛苦經歷，或者係從別人身上學到嘅嘢，轉化成自己獨有嘅力量？我嚟係有嘅，而呢個就係宜都科多利嘅真鉗。明治時代有個講法，何雲揚才。日本嘅靈魂加上西方嘅技術，意思係我可以向外學習，但係勿需要失去自己。呢句講法，我而家仲係好有共鳴嘅。諗下，而家有啲後生仔出去留學，或者係跨國公司打工，又或者係每日都被全球化資訊轟炸，係唔係有時會有種感覺，現代同傳統好似係對立嘅，要選一樣？但其實唔係二選一嘅。甘巴魯嘅精神，和嘅心，重視和嘢同堅遠嘅日本價值觀，呢啲唔係過時嘅嘢，係一個複雜嘅世界入面，呢啲嘅嘢反而係競爭優勢。神道一直都係咁示範俾我哋睇，新嘅嘢入嚟，但係原本真實嘅嘢唔會消失。呢個唔係軟弱，係一種自信。最穩陣嘅人係因為佢哋知道自己係咩人，內心有個穩控嘅中心，就唔怕接觸新嘢、新文化、新養法。更加得新，就算開咗門，屋都唔會塌。我哋見到嘅最強嘅人，往往係咁，佢哋唔係因為唔接觸外邊嘅事先至強，而係因為知道自己係咩人，所以先可以唔精咁開放自己。講起日本，有樣嘢我好中意，便當盒，唔係得一樣嘢嘅，白飯、科菜、醬菜、肉刺燒，每樣都唔同，但係放埋一齊好平衡，好鮮。呢個就係いいとこ取り落地到日常生活嘅樣子。日語本身都係咁做，外來語吸收咗入嚟，改成日本音同意思。仲有何謝英國，係日本人自唱，英國國家人聽唔明嘅英文詞，但係呢啲反而豐富咗日語嘅表達。節日都係日本嘅聖誕節，同原本嘅意義可能唔盡相同，但係充滿咗日本獨有嘅溫暖。呢個係佢哋自己嘅文化，唔係假扮。反嚟講，我哋自己嘅生活、工作上嘅野心、對家人嘅責任、個人成長、內心嘅靜思，全部要兼顧係好難嘅。但係你可以慢慢建，一次加一樣落自己嘅嘢，就好似打理一個花園，本來已經種緊嘅植物好好，然後精心建一加入去，整個空間就豐富咗少少，唔需要大改造。淨係要留意，如果加一樣嘢入我嘅日常，可以帶嚟更多平衡同快樂嘅係咩呢？問問自己呢個問題係個好開始。日本有好長一段時間係輸入文化嘅一方，但係不知幾時開始變成咗輸出嘅一方。動漫、漫畫、改善、IKEA 咖啡，日本威士忌係全球得到認可。啱赤開源嘅電影令到佢連做夢都諗唔到嘅果然嘅人落嚟。點解會咁？因為日本唔係僅係粗，係真正將啲嘢消化，
融入自己嘅靈魂。因為係真嘢，所以自然而然咁四散出去。我哋都係一樣嘅道理。當你真正將有意義嘅嘢吸收咗，活出嚟，身邊嘅人係感受得到嘅，唔需要大聲廣播，自然會冧出去。我見過唔少人整整嘅改變咗自己嘅生活態度，冇大張旗鼓，但係屋企人發現咗，同事感受到咗，就係呢啲細小嘅漣漪，一圈一圈咁散開去。個人嘅成長係可以豐富一個社群嘅，就好似日本嘅文化輸出，整整嘅、真實嘅，影響咗成個世界。最後，我想留一樣嘢俾大家。今個星期留意下有冇一個好嘢，一個習慣，一個想法，一個做事嘅方式，係可以豐富你嘅生活，但唔會消除你本來係自己嘅。每晚咁事，唔需要急，就好似照顧一棵細植物咁，輕輕地、耐心地。日本幾百年嚟，靠住有智慧咁變同適應，一直變得更強。唔係追咗所有嘢，而係揀咗真正需要嘅嘢。我相信我哋都可以咁做，建立一個更有意義嘅生命，內心安穩嘅力量，真實嘅連結，從一個有智慧嘅選擇開始。咁你今日打算執取咩好嘢呢？老實講，我自己人生入面最大嘅一次兒拖過多嘢，係我決定唔再回避一個我逃咗好耐嘅問題嗰次。神係咪真實存在嘅？唔係宗教制度，唔係文化習俗，而係一個真實嘅存在。係咪真係可以接觸到今日嘅我？我嚟呢係一個值得認真去思考嘅問題。如果係真嘅，如果恩典唔只係一個字，咁可就值得我哋認真誠實咁去了解。如果你而家都有啲好奇，有啲想問，我想同你講呢一句：神啊！如果呢一件事係真嘅，就由而家開始吧。好多人形容認識神嘅感覺係好似終於遇到咗一個一直到出色嘅好友，一個有智慧、有溫度嘅朋友，一個陪你行過日常嗰啲事嘅人。視線、失望、地鐵上發呆嘅一刻，困難時都係到。唔係一夜之間解決所有問題，只係在陪住你穩穩定定。你想唔想呢一位朋友？我真係覺得會係一個幾特別嘅相遇。如果你而家感到準備好咗，哪怕只係少少，你唔需要一個人去面對，一齊祈禱吧。慢慢咁跟住讀，盡力咁將呢啲所話放入心入面，咁就夠啦。主耶穌，我承認自己嘅罪，懇求你嘅赦免。我願意離開罪，邀請你進入我嘅心同生命。我願意以你為主，信靠你，跟隨你。求助我明白你嘅愛同恩典。我需要引導，真正改變我嘅心，更新我嘅思想。求你帶領我，使我嘅行動符合你嘅旨意同目的。耶穌嘅名祈禱，阿們。